點解你懂咁多道理，卻仍然過唔好呢一生？你有冇咁樣嘅經歷？朋友之間衝突嘅一句話，別人聽過就算啦，你卻反覆諗咗3日3夜；伴侶嘅一個眼神，別人覺得冇問題，你卻整晚瞓唔好；一次失敗，別人繼續努力，你卻開始懷疑自己，係咪我真嘅唔夠好？更令你焦慮嘅係，同你同年齡嘅人已經喺度成長，不斷咁前進，而你仲喺度揾緊方向。於是你開始認真學習、發奮、睇書、上成長課程、做人格分析、做各種測試，最後你終於知道自己嘅個性啦，容易焦慮，喜歡討好別人，缺乏安全感。你以為你已經認識咗自己啦，但係然後呢？點解知道咗還是改唔到？點解理解咗咁多，喺關鍵時刻還是1秒就返到過去嗰個自己？你明明知道唔應該撞火，但係火氣一上嚟，還是控制唔住。你明明知道唔應該討好，但係嗰把嘴比路嘅轉動仲快，就應承咗別人。你明明知道要有尊嚴，卻還是一再委屈求全。其實真正困住你嘅唔係知識唔夠。下一條視頻我同你講，真正困住你嘅到底係乜嘢？記得關注我哋下一條視頻見。